哇，今日嘅蓝蓝叉叉 YouTube 吼，邀请到来宾喽，黑有啥台上国嘅主持群，李家老赵峰罗志豪，秘书发表抢答赛。小黑叫从诶黄兆峰，来黑最对你下给李家。嘿嘿。 答对题目最多的人哈，就可以获得我精心准备的荣誉奖品哦。第四发票，客家叠字抢答赛，如有土博出题，抢答的方式是从小电卡用地配拿水空，大喊有钱！好，杀下了就有机会准备给抢答比赛喽。第一题就会大家有看到吗？有冇个倒贴配的微手呢？哈？转一圈嘛，干啦。你有带笔动作？来，老配你某 Q 要跟微手黑马该，我多了什么东西呀？不出来，干不出来。是尾巴吗？哎，对，傻批的时间我有的呀。跳起来吗？嘿，有冇个死不发？米 QQ。哎，超，咱们要撕嘿，撕到撕哦。米 QQ 哎，超，答对了，米 QQ 哎，就是很骄傲的样子，米 QQ 哎，嘿嘿。好，第二题，你们今天是几个人呢？用啥？嘿，用啥？很多在那里呀。你呢？没，一啥？一个东西是什么东西？什么啊？一个东西黑，我公大。一个东西是单数，两个东西是。一个东西是单数，那两个东西是什么啊？六在东西，一在东西，双数没？嘿呀，有一题死不放，超嘞！李家答对了。哦，好，一题，一句客家的算是谚语哦，形容很少，因为讲要怎么说呢？你都在撕。西炸丝，很少哦。你说到吗？要抢答哟。一丝丝的。啊，答对了！小女的爱心，哇，好厉害哦！赵公你也蛮厉害的啊。还有吧。请看我的动作，很唠叨。我尽力了，就是 AABB，用啥，你不要再小气我。李佳，你好聪明哦，棒，答对了。谢谢。哦，好，赵峰，算你答对了。好，那下一题嘞？好，下一题就是荷包蛋是怎么处理、怎么料理的啊？那给你一点机会。用剪呢？乱黑用剪呢？来，给你黑呀。 4、3、2、1，你剪。哦，答对了，真的好厉害哦！经过激烈的比赛之后，恭喜李家4比3获胜喽！哇！不要自肥啊！开玩笑啦！我们的荣誉奖品加点哦！真的有礼物。荣誉奖品。哎，对呀。这是干嘛？你往下看一下，往下看一下。再往下一点。后置5秒钟。没错，你拿着这张荣誉勋章，它代表了有无上的光荣哦。把它放在胸前，念出阿爸有钱，它就会发出无限的光辉。阿爸有钱，哇，真的耶！哇，都神奇哦！阿爸有钱，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